房門一關，海東青一雙豆豆眼對上主人那雙狹長陰沉的鳳眼，拖住被夾傷的腿，耷住掉了不少羽毛的翅膀，瑟瑟發抖。第二天一早，樊長玉果然殺了豬，就拎了半葉切碎的豬肺來餵海東青。今日外邊似乎格外冷，雪都快堆到了門檻處，房門一開，撲面而來的冷氣直叫人打哆嗦。透過房門往外看去，檐下的冰凌子都凝了一排。樊長玉手臂凍得通紅，他把裝豬肺的大碗放進籠子裏後，搓了搓手，才對坐在床頭的人道：今天大寒，冷得厲害，你一會兒起身多穿點。我煮了無血旺，吃了暖身子。謝正點頭表示知曉，不過他確實沒什麼厚衣可穿。不消片刻，樊長玉就找了一身他爹的厚袢拿過來。謝正穿上身形都有了幾分臃腫，不過好在他身量足夠高，看上去倒是依舊俊朗。而且這身冬衣當真御寒，任冷風怎麼吹，身上都是暖和的。不過和袄衣一起拿來的，還有一條墨藍色的髮帶。這髮帶謝精是見過的，上次樊長玉還負氣係到了他自己頭上，他皺了皺眉。樊長玉也端了個大湯從廚房走出來時，見了他起身後已洗漱好，便道：起了啊，正好坐下開飯。他手中的湯一眼朝去，湯面紅亮亮的，空氣裏都飄住股十分霸道的麻辣香味。樊長玉發現他沒用自己拿去的那條髮帶，倒也沒說什麼。他是看他很愛乾淨，冬日裏沐浴不方便，但他三天兩頭又會自己用熱水擦身，髮帶也經常洗，有時候遲遲不乾，他還會拿到火堂子旁烤，他才把買回來的那條髮帶拿給他換住用。他又不是那小心眼的人，哪能說不給他就真不給他？這一裝得太滿，剛起鍋又燙得厲害。樊長玉把湯放桌上後，忙用被燙到的手指捏了捏耳朵。呼，好燙！小長寧湊過去，寧孃給呼呼，呼呼就不燙了。樊長玉哭笑不得，把手指遞給胞妹。長寧鼓起腮幫子，吹了好幾口氣才作罷。樊長玉一抬頭，就見謝精正神色怪異地看住自己。他抹了一把自己臉，發現臉上也沒炭黑，不由問：我臉上有東西？對方收回目光，只說沒有。樊長玉狐疑瞅了他兩眼，把碗筷擺過去。嘗嘗這血旺，本來要現燙現吃，味道才是最好的，不過今天來不及了。湯面最上邊鋪住一層澆過熱油的花椒和乾辣椒，底下碼住切塊的豬血、昨晚滷過的肥腸、豬肚和豬肺等下水。可惜家裏沒有發豆芽，最底下沒鋪上一層白半脆嫩的豆芽。樊長玉給胞妹碗裏撈了一塊豬血，小長寧辣得直吸氣，吃完一塊卻還眼巴巴地看住湯，還要。樊長玉又給他撈了兩塊。謝精還是第一次朝見這大集會似一鍋羹湯，看這湯似乎也不能喝，而且樊家沒有用公筷的習慣，平日裏一些炒菜也就罷了，可以各夾一邊，這一鍋燉幾乎就沒法下筷了。他遲疑的時間裏，樊長玉姐妹倆幾乎已乾完了半碗飯。樊長玉看他只吃飯不入菜，困惑道：你不吃辣？也不是。他終究是下了那點用膳上的潔癖，皺住眉頭夾起了一塊煮成暗紅色的豬血，入口第一感便是麻且辣，幾乎不用着，稍微用力一聞，血旺就在唇齒間化開了，倒是出乎意料地好吃。他陸陸續續又嘗了裏邊的滷下水，先滷再煮，
老香跟麻辣完美結合起來，直叫人控制不住下筷的速度。這頓飯吃完，謝晶幾乎已不記得自己在吃食上有潔癖了，也確如樊長玉所說，身上很快就被辣出了汗，竟半點不覺外邊的天氣嚴寒。他問：這是本地特有的菜肴？樊長玉說：算是吧，鎮上日香樓裏的名菜，那位女掌櫃會的菜式可多了。謝晶只動了一瞬，把這菜往軍中推廣的心思便放棄了。軍中飯菜只管飽，做不到這般精細。再這番椒花椒這些調味料，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。樊長玉收拾完碗筷，又把他房裏的海東青拎到了火堂子旁，出門前不忘叮囑他：廚房裏還有半葉豬肺，你晚些時候再切碎了餵給那隻毛隼。他撓了撓頭，不太好意思地道：若是得閒，也試住吮吮。謝晶懶洋洋掃過去的目光卻有如凌遲。好。海東青在籠子裏戰巍巍縮起了脖子，像一隻巨型鵪鶉。樊長玉便放心推住板車去了鋪子裏。今日雪大，這個時間點了，街上來往的行人都還沒幾個。到了肉鋪那條街，也是冷冷清清的。樊長玉打開鋪子門，又清理了檐下的積雪，這才發現他用磚頭壘在外邊的灶台叫人給砸了。他當場給氣惡了，他這鋪子裏才買了幾天滷肉生意，這麼快就惹人眼紅到要砸他東西了。經歷了樊大和賭坊的事，他在外邊一向以兇悍潑辣出名，兇名有時候也有不少好處。樊長玉當即把掃帚一扔，叉腰罵道：那個必孫獨子砸了你姑奶奶的東西，有事不敢當面說，只敢背地裏攢這些勾當，早上是當王八的不成。他自幼習武，氣沉丹田開罵，嗓門能貫穿整條街。相鄰幾個鋪子的屠戶都沒吱聲，只有郭屠戶被他目光掃到，立馬讓上了。你看我做什麼？又不是我給你砸的。